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世界不再吸引我，主爱胜过全所有，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海阔天空，不论环境顺利，我深深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早安。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撒母耳记上第17天的共读。我们今天要请素珠小组长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的，这时候我们大家以安静的心来朝见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早晨仍然是给我们有这样的福气，透过圣经共读，能够享受与主亲近的时光，并且有与主更紧密的关系，使我们更得着丰盛的恩典与祝福。感谢主。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喂养，也需要有你的话语，并需要有你的操练，这样我们的灵命才能长大成熟。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窍，透过今早牧师讲解你的话语，让我们能明白你话语中对我们的启示，也知道从你话语中你要我们做什么，并知道我们要怎么做。希望我们能够听，能够懂，并且愿意去做。恳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上的第15章，好，那看见上帝给扫罗还有补救的机会，因为从第13章，扫罗没有听从上帝的话，撒母耳已经预告上帝要使扫罗与他的以色列国来断绝。那这次的机会就是来歼灭亚玛力人，好，那歼灭就是为了要奉献，但是扫罗呢却私自怜惜这样亚甲王跟他的宝物啊，违反上帝的命令，把那些没有看上眼的才奉献给上帝，那扫罗看上眼的却私自留下来。那这件事情被撒母耳在加密来拆穿之后，那上主也深感痛心，也宣告以色列国跟扫罗断绝，好，如同撒母耳的衣袍一样。那我们也看见扫罗在当下虽然2次承认自己有罪啊，但是他的认罪是有条件性的，并且呢，他还是要做表面的功夫，还是把自己的形象地位呢看得比上帝的形象地位更重要。那苦苦哀求撒母耳能够跟他回去哦。所以我们从这之后再继续看呢，扫罗有没有到底真正的悔改？那发现在15章，扫罗他错过彻底悔改的机会，那他也就越走越偏，与上帝又越离越远，甚至撒母耳后来到死之前都没有到死的日子都没有再见扫罗的面。那么今天要继续来读16章，好，那撒母耳为这个非常的伤心难过，那不断的悲伤哦。好，那么今天继续来看下一章，那请素珠姐带我们来读16章的第1节到第5节。好，第1节，上主对撒母耳说：“你还要为扫罗悲伤多久呢？我已经去结他，不要他做以色列的王。你带着橄榄油到伯利恒去，到一个名叫耶西的那里，因为我已经选他了一个儿子做王。”撒母耳问：“我怎么能去呢？如果扫罗知道了，一定要杀我。”
上主说：“你带一头小牛去，就说你是去那里向上主献生祭的。你请耶西来参加祭礼，那时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我只是你的那人，你要膏他做王。”撒母耳遵照上主的话做了。他到了伯利恒，城里的长老们战战兢兢地来见他，说：“你的访问是带来平安吗？”撒母耳回答：“是带来平安。我是来向上主献生祭的。你们要洁净自己，然后跟我来。”撒母耳也叫耶西和他的儿子们洁净自己，请他们来参加祭礼。以上。好，那15章讲到撒母耳非常的伤心难过，那所以16章好上主就直接回应撒母耳：“你还要为扫罗悲伤多久呢？我已经弃绝他。”好，那这个弃绝又再次出现了，昨天出现了4次，好，那今天又继续出现，好，那所以这个弃绝的意思，好，就是顽梗与悖逆占卜的罪相同啊，悖逆与占卜的罪相同，顽梗与拜偶像的罪相等哦。那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好，那这个厌弃的意思就是有藐视、有拒绝、有轻看、好，有抵制，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的话。那上帝已经藐视、拒绝、轻看扫罗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上主要撒母耳重新打起精神。好，那所以其实撒母耳现在的年纪已经也非常的老迈，但是他却不能够安享他的年老的生活，因为他也觉得非常的绝望。好，这样的绝望是因为他发现国家被交在一个不能信任的人的手中，所以撒母耳在此非常的伤心难过。但是上主给他一个希望，就是要他起来，好，打起精神，因为上主已经寻找一位作为王的人。好，那上主已经看中，同时这个人呢，就是伯利恒人耶西，好，耶西的儿子当中啊。那伯利恒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他的意思就是面包之家或是粮食之家。那耶西的名字呢，耶西的意思就是我拥有，好，我拥有。那为什么这个人的儿子特别被点名？好，那在这个圣经之前，好，大卫在撒母耳记上16章之前，好，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已经上帝好像预备了一条路线。好，那这个路线从路德记波阿斯开始，好，那就会提到了大卫。好，但是呢，从路德记完，好，士师记接路德记，好，然后才接着撒母耳记。那所以在撒母耳记一开始呢，前面就先预告了大卫，但是呢，在这里的铺陈，那还有就是我们也看见扫罗跟撒母耳的关系呢，好，其实非常的糟糕，好，甚至连撒母耳也怕他，因为撒母耳听见他要去伯利恒，好，去膏这个人，撒母耳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怎么去？我若去，扫罗一听见就会杀我。所以我们可以再一次看见扫罗其实他是因为自己当上了王，好，就翻脸不认人。好，他被选出来成为王之后，好，那他就借着王的权势，连自己膏他的这个导师或是他的为他膏他的祭司呢，好，都当成自己好接下的犯人一样。好，所以即便他苦苦哀求撒母耳，其实他对撒母耳也没有基本的尊重啊。那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大卫的出身伯利恒。伯利恒是粮仓或是粮食之家。好，圣经有2个伯利恒，好，一个是在约书亚记19章，是在西布伦的境内，那可能就是士师以比赞的家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出生的地方，好伯利恒城离耶路撒冷的南边8公里好，属于犹大地。好，那也是在一个海拔700多公尺的地方。那最早的出现伯利恒呢，是在创世纪的35章。好，那时候是雅各带着全家离开伯特利。好，但是呢，就快要到以法他的时候，拉结即将要产下便雅悯，难产而死啊。好，所以这个后来从创世纪的48章，雅各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直接就说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好，就是伯利恒。那甚至到了约书亚进入迦南地在分地
的时候，好，也把犹大地分给犹大支派，但是在15章约书亚记并没有直接提到伯利恒分到犹大支派。好，但是到历代志上的第2章，好，有提到说迦勒，好，犹大支派的迦勒从以法他所生的孙子撒玛，好，是叫做伯利恒之主啊，好，所以伯利恒属于犹大地区。那以色列住在伯利恒呢，在士师记17、18、19呢，这3章记了一个很长的故事啊，一个利未人在伯利恒寄居。那后来呢，他去以法莲山地到米迦的家中，却在那边引来杀身之祸，甚至引起了这个利未人的妾呢被基比亚人凌辱致死的一个支派的战争，使便雅悯支派呢差一点被灭绝哦。所以这个事情呢，好也有可能导致后来为什么是扫罗好，他是便雅悯支派好，先被选立为王，后来又成为大卫是犹大支派被选立为王好的这个原的导火线之一啊。好，那这个是伯利恒的旧的图片哦。好，那可以看到伯利恒是位在山地的当中，好，那是距离耶路撒冷非常近的地方。好，那伯利恒呢，好，在路德记当中，好，也让我们看到是以利米勒还有拿俄米的家乡。那但是因为伯利恒遭遇饥荒，好，移居到约旦河东的摩押地，后来拿俄米的丈夫跟孩子都过世，好，那拿俄米的媳妇路德跟拿俄米呢回到家乡的时候，那可以赎他们的亲人呢，最接近的亲人就是波阿斯啊。后来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好，耶西就生了大卫，还有他上面的哥哥们，所以大卫就是后来最合上帝心意的犹大王，那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后裔。撒母耳膏大卫为以色列第2位王，好，那伯利恒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好，那所以今天我们好看见伯利恒开始登上这个以色列好的旧约当中重要的位置啊。那大卫因为逃避扫罗王的迫害，好，在亚杜兰洞的时候呢，大卫也有派非利士人在伯利恒设下的防营哦，所以离这个大卫非常的近，好，追杀大卫。后来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好，因为跟耶罗波安好将国家分裂之后，为了保护国都耶路撒冷，便在犹大还有便雅悯修复重建周围15个城邑啊，也包括伯利恒在内，也是一个重要的保护城。那后来所罗巴伯被掳归回，带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回来之后，在以斯拉记有提到，有123个人是属于伯利恒人。后来尼希米也把伯利恒人合起来，好，在尼希米记也有再次提到伯利恒人。那最重要的预言呢，伯利恒最重要的预言就是在弥迦书第5章第2节啊。好，弥迦书5章2节这样说：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虽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者。他的根源自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先知弥迦已经预言有一位基督弥赛亚受膏者掌权者，从亘古就开始的掌权者，从创造世界就有的这位掌权者呢，要出于伯利恒。伯利恒虽然在犹大当中是一个小城镇小地方，但是伟人的诞生，那第一位呢就是大卫的诞生，第二呢也是耶稣的诞生。耶稣并不是在伯利恒，他是拿撒勒，但是却因为报户口的事情让他来到了这个伯利恒，所以半夜在马槽来出生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先知的应许。所以希律王后来知道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希律就问出是在伯利恒，所以在马太福音记载，希律就屠杀伯利恒一带2岁以下的婴孩。好，那耶稣的出生大约是在主前5年到6年，那也在第2世纪的时候呢，伯利恒的一个山洞就认为是犹太人的王弥赛亚出生的地方啊。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伯利恒成为一个繁华的城镇，但是在圣经当中、旧约当中、新约当中同时都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虽然是一个小城镇、小地方，但是因为这是大卫的家乡，因为他父亲耶西在这里，还有就是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那撒母耳呢，他
停止了伤心，上帝给他看见一丝希望。原来上帝后面还有计划，就是这个扫罗王让撒母耳伤心，让上帝感到遗憾，非常的悲伤。但是上帝已经计划好了，所以他另外选中了一位在伯利恒出生的这位受膏者。所以撒母耳呢而且上帝也为撒母耳提出一个方法，就是让撒母耳好像表面上是要去献祭，实际上是要去膏抹一个新的王。那就有人会讨论说，那是不是上帝在教撒母耳说谎啊？但是事实上这也是一个献祭的行动啊。好，那上帝绝不说谎，上帝也绝不后悔啊。好，那这也是在第15章所说的。所以撒母耳就带着祭物，好，那来到了伯利恒。好，反倒是伯利恒这个小地方，在这之前只有拉结葬在这个地方。好，可是却突然有大人物撒母耳来到这里，以至于城里面的长老战战兢兢的来见撒母耳。你是要来带平安，还是要来报坏消息给我们？好，非常的慎重。撒母耳说是带来平安，我要来献祭，你们也要洁净自己，然后跟着他一起来。所以呢，来到谁呢？来到耶西的家，好，要来参加这场的献祭。那再提一下，就是这个耶西耶西的家庭当中，好，那他大卫，我们等下从经文来看，他是排行老8，好，但是为什么有人认为大卫排行老7？好，还有这个耶西，好，他的太太大卫还有另外在圣经当中还有2个姐姐或是姐妹，好，那这个姐妹呢，跟为什么没有记载在耶西的家中啊？那在今天的经文会提到大卫他上面有7个哥哥，但是呢，好，在历代志上25只有看到6个哥哥，很有可能就是这7个哥哥当中有一个夭折，所以没有被记载在历代志的家谱当中，所以在历代志大卫被排在老7。那撒母耳记下的17章跟历代志上的第2章，好，那可以看出大卫跟喜鲁雅，喜鲁雅就是嫁给亚比米勒，生了亚比筛、约押、亚撒黑，好，那这个跟大卫都可以说是亲戚是大卫姐姐的儿子，所以跟大卫很接近。很亲近，是他的侄子。好，那但是这个喜鲁雅跟另外一个亚比该呢，可以说是大卫的姐弟那但是他却是跟大卫是同母异父所以大卫的妈妈呢嫁给耶西，后来可能要嫁给拿辖，但有人认为这个拿辖就是耶西但有人认为这个拿辖跟耶西是不同人好，那喜鲁雅生了3个孩子，跟亚比该生了亚玛撒，好，那这后来都成为大卫的王国当中很重要的这个将领那另外大卫的哥哥们，其中的老3以利押，老大以利押，好，那他就是历代志上的以利户，老3沙马，就是示米亚，示米亚又生的约拿达。那另外讲到这个亚比筛呢，3个兄弟都是大卫的侄儿，也是勇士，甚至约押更是大卫的元帅，但是他为人残暴，后来呢这个约押被大卫临终前点名，所以所罗门当王没多久呢，这门读到撒母耳记上26章，还有撒母耳记下的第2章，那这个约押故事很长，从撒母耳记下第2章一路到撒母耳记下的24章都会看到约押。那后来就是大卫有交代所罗门一定要报这个仇，要把约押除掉。那还有就是这个约拿达，就是大卫的哥哥，3哥沙马的儿子约拿达，是暗嫩的朋友。好，那这个人也非常的狡猾。好，所以押沙龙事件呢，这个约拿达是一个关键人物好，那约拿达也被叫约拿单，那他也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13章跟21章。好，那有关于他的故事。好，所以我们先有一个背景概念，就是说伯利恒城跟约西还有约西的家族呢，后来这个家族呢也成为大卫王朝当中都在里面扮演很多重要的角色。好，那我们继续再请素珠姐带我们来读第6节到第10节。第6节，他们到的时候，撒母耳看见约西的儿子以利押，心里想，站在上主面前的这个人一定是他所选立的。可是上主对撒母耳说，
不要看他的外表和高大的身材，我没有选他，因为我看人不像是人，人看外表，我看内心。然后耶西叫他的儿子亚比拿达走过撒母耳面前，但撒母耳说不，上主也没有选他。耶西又叫沙玛上前，撒母耳说不，上主也没有选他。这样耶西把7个儿子都叫到撒母耳跟前，撒母耳对他说不，上主没有选上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以上。那我们从耶西这个事件呢耶西的家族呢好，那后来撒母耳就带着献祭，带着伯利恒城的长老好来到耶西的家中。那看到以利亚好的时候，以利亚的名字就是我神为父好，也就是历代志的以利户。那他就心里想说，耶和华的受膏者一定就是他，好，所以连撒母耳都看好他。可是上主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表高大身材，我没有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是耶和华是看内心哦。那所以外貌不是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内心。那上帝怎么看出以利亚的内心？好，那这个就是圣经提到，但是我们没有特别指出的部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后来等一下大卫被选出来的时候，他也是外貌也是面色红润、双目清秀、容貌俊美，但是更可贵的是他的内心。好，那这个内心呢？好，那在这里用来是对照扫罗的内心。扫罗也是一表人才，高大挺拔，高人一颗头，可是他的内心却变质了。虽然曾经他被撒母耳膏的那一天，上帝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心，让先知和他一起受感说话，被上帝的灵所感动。可是呢，扫罗的内心呢，终究还是没有成为新的心，让他没有完全成为新造的人。他仍然贪爱世界，好，仍然贪爱世上的一切，好，甚至连雅甲、埃及所的这些宝物美物呢，好，他都看在眼里，却没有把上帝的话看在眼里。好，所以这个内心呢，就是到底有没有上帝的话。好，所以诗篇119篇，好，这个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个内心就是要有上帝的话同在。接着老大这个以利亚好没有被选上，上帝直接跳过。后来亚比拿达老二好，我的父亲是尊贵的也被跳过。老三沙玛好，沙玛就是示米亚，他的意思是惊世骇俗。但是呢，上帝也直接告诉撒母耳不是他，所以他都很清楚的说不选他，都不选他。就这样，耶西的7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好，因为这7个儿子好，所以才会跟历代志说，才会认为说大卫排在老8，但是历代志把大卫排在老7。好，可能这7个儿子当中，后来有一位夭折。好，那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很特别。好，所以在耶西就是这个爸爸的心中，好，撒母耳先知大人物、士师、国师来到他家中，而且要把他家中的儿子通通要叫出来。耶西怎么可能不叫大卫出来？好，所以这个铺陈很特别，就是因为大卫的年纪非常的小，小到可能是只有12、13岁，好，甚至都还没有到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好成年礼的时候，所以以至于呢，爸爸没有想到说这个小朋友好居然会被上帝来选中，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好，接着再请素珠姐带我们来读11到13节。11节，于是撒母耳问耶西：“你还有其他的儿子吗？”耶西说：“还有一个最小的，他在外面放羊。”撒母耳说：“叫他到这里来。他不来，我们就不献祭。”于是耶西派人把他叫来。他是个英俊的青年，双颊红润，眼睛炯炯发光。上主对撒母耳说：“就是他，膏立他吧。”于是撒母耳把橄榄油拿出来，在他哥哥们面前膏立了大卫。上主的灵立刻支配大卫，从那天起与他同在。然后撒母耳回拉玛去了。以上。那所以
这个撒母耳问还没有其他的孩子，好，所以撒母耳也对上帝的话是绝不怀疑，好，上帝说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连续7个都不是。那一般人来看，那上帝叫我来这边做什么？好，所以撒母耳问你还有其他孩子吗？没有想到一问，果然还真的有，好，这个就是最小的，所以大卫的哥哥姐姐们，好，如果按男生排下来，大卫是老幺，那最小的居然在外面放羊哦，好，放羊，所以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些哥哥们也都在放羊，只是因为先知撒母耳要来，好，那因为大卫还小，好，所以没有被叫进家里面。好，那所以撒母耳也说，派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这里，我们就不坐席啊。好，坐席代表说他们要献祭啊，好，要来祭奉。好，那所以这个如果大卫不来，好，这个献祭就不开始。好，所以耶西就叫人来。那所以形容大卫呢，也是形容的他的外貌，的确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就是面色红润，双目清秀，眼睛炯炯发光。那上主就直接对撒母耳说：“起来，膏他吧。”好，所以这个膏他，好，就是用膏抹他，用油膏他，而且这个油在和合本有提到是用脚，就是牛的脚或是羊的脚，把膏油装满，好，那就是来膏在大卫的头上啊。好，那这也是诗篇23篇，大卫诗篇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还有诗篇的78篇的70节到72节这样说：“他是指神啊，上帝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叫他不再牧放那些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以纯正的心牧养他们，就是大卫用巧妙的手引导他们了。所以上帝的拣选，好，来膏立他，好，让他从牧羊到牧上帝的羊，好，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百姓。所以这个君王呢，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也有提到，好，这个君王，好，他本身就像是一个牧羊人，他就是在做牧养，还有做治理的工作。好，那所以在膏的那一天，好，大卫就在7个哥哥还有爸爸的面前被膏，好，但是被膏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好，那他到底耶西还有哥哥们知道还是不知道？那圣经没有特别交代，但是膏的这个动作呢，是大家和哥哥们跟爸爸都看见的。好，那这也让我们想到了这个创世纪里面的约瑟，好，那他也被上帝拣选，好，是因着饥荒的事件。好，那雅各呢，也要向他的儿子约瑟来下拜。好，但是这件呢，好，在这里并没有特别再提到。可是我们从后面的明天的17章，好，那这个要去跟非利士人，好，来征战的时候，他的哥哥呢，还有哥哥们对大卫的态度呢，也不是口气非常的好，所以这个膏他的动作呢，好，并没有直接的好让他的哥哥们爸爸连结说大卫要成为他们国家的王。好，但是呢，在膏的那一天，好，上帝的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我们在读第10章还有第11章，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扫罗身上，好，但是呢，好，这2个人的结果却完全不一样。那撒母耳呢，终于停止他的伤心难过，好，他为扫罗非常的难过，好，难过到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面对神，好，但是呢，当撒母耳去膏一个非常年轻，可能只有12、13岁的大卫，好，那这件事情呢，也让撒母耳知道，心里有个底，上帝已经做了安排。好，接着再请素珠姐带我们来读14节到19节。14节，上主的灵离开扫罗，上主差邪灵来折磨他。他的臣仆对他说：“我们知道上帝差遣邪灵来折磨你，所以请陛下下令，让我们去找一个善于弹竖琴的人来。当邪灵袭击你的时候，那人一弹竖琴，你就好了。”扫罗就命令他们，替我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吧。扫罗的一个侍从说：“伯利恒城的耶西有一个儿子，他是弹琴的能手，他英勇善战，
风姿英俊，又有口才，上主与他同在。于是扫罗派使者到耶西那里说：“请你叫那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以上。好，那如果把13节跟14节连在一起看呢，好，那就是上主的灵，好，耶和华的灵感动大卫，好，14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好，所以感觉就是同一件事情，好，就是上帝的膏抹受膏者，好，本来是在扫罗身上，好，但是当大卫被膏的那一天，上帝的这个恩膏，好，上帝的这个膏抹，或是上帝的心意，就渐渐的转移到大卫身上。所以16章，好，这一章也可以说是扫罗，好，跟大卫的一个交接，好，交接。只是这个交接呢，非常的长啊，要到撒母耳记上结束扫罗死的那一天，好，我们照人来看，但是照上帝的心意来看呢，好，在大卫被膏的那一天，好，上帝就开始与大卫同在，就远离扫罗，而扫罗呢，反而是上主有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搅扰意思就是来攻击他，或是来吓他，好，所以这也是扫罗他自找的，好，我们不要觉得扫罗替他觉得很可怜，好，因为他前面有很多次的机会，但是是因为他大大的得罪神，以至于邪灵搅扰，让扫罗没有办法吃，没有办法睡，所以他臣仆就建议，好，他一看得出来是这个灵，连他的臣仆都看得出来，这个邪灵的攻击是从神那里来扰乱你的，所以呢，他们就替他想出一个音乐治疗。好，那现在中文译本就用竖琴。好，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琴是加特琴哦。好，那就是一个10弦的琴。好，那是可能从非利士的那边传来的。那所以他们就用音乐治疗的方式。好，结果呢，他们这些臣仆打听到的这个音乐治疗师是谁呢？好，居然还是这个还继续在放羊的大卫啊。好，所以可见大卫被撒母耳膏之后呢，他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好，但是他的内心却起了改变，还有他的这个人生也起了改变。好，所以大卫这么小这么会弹琴，好，出名到呢，连扫罗的臣仆都听说。好，那而且是能弹琴的琴手，好，又有口才又有外表，好，那所以扫罗呢就说，好，你们扫罗就命令他们，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几个字啊，好，特别19节，就派使者到耶西那边，好，不过现在中文译本呢，好，多了这个请你啊，好，这个请会让我们觉得扫罗很有礼貌，可是呢，在原文当中没有请啊，意思是说叫你放羊的儿子大卫来我这里，哈，也是一样，跟前面的17节一样，替我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好，就是一个命令句，好，所以你可以看出扫罗当王的口吻呢，好，是跟他以前当王以前的那个谦卑的样子呢，真的是判若两人呢。好，以前在当王以前，好，觉得自己很不配很不如，好，当上王之后呢，好，就开始有这个王的架势，那说话也越来越不客气啊。那我们再请素珠姐带我们读最后的20到23节。20节。耶西就打发大卫带着一满皮带酒、一只小山羊和一匹满载着饼的驴去见扫罗。大卫到扫罗那里服侍他，扫罗很喜欢大卫，选他做拿兵器的侍卫。扫罗派人传话给耶西：“我很喜欢大卫，让他留在我这里服侍我吧。”从那时候起，每当上帝差来的邪灵附在扫罗身上时，大卫就拿他的竖琴来弹，邪灵立刻离开扫罗，扫罗就觉得畅快舒服。以上。好，谢谢。那这个大卫呢又被挑中了，好，所以16章大卫呢被挑中2次，一个是撒母耳来挑他，一个是扫罗派人来挑他。好，那这个就是好像强迫大卫要中奖，好，那他的人生好也起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好，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转变，最重要的转变是在明天的17章哦。那耶西呢，好，他也很意外，好，他这个最小的儿子居然又被挑中，那就带着礼物啊，因为他是被命令，好，叫他儿子
来，好，所以就给一个扫罗王的伴手礼啊，所以不论是酒是小山羊或是饼啊，这是要给王的伴手礼啊，所以他儿子要去做事，那还要带礼物去。那大卫去到扫罗那边呢，好，扫罗也很喜欢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侍卫。所以我们还记得14章，好，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他如何了潜入到这个非利士的这个米基伦，潜入到非利士人的营驻军当中啊，来拯救他的国家，哈，让非利士人只杀死20个人就引起非利士人动乱，就是一个是约拿单，一个是拿兵器的人啊。好，那前面13章说，整个以色列军队只有2个人有铁的，有刀有枪，好，就是扫罗和约拿单。所以这2个兵器，这个拿兵器的人，我们虽然这边看起来是一个好像很平凡旁边的一个侍卫，可是这个兵器是很宝贵啊，因为这个以色列军队当中只有2个人有，所以也是要很重要的人才能够来看管哦。好，所以大卫又对工作音乐治疗，还要负责拿兵器，好，然后呢还要在扫罗身边来服侍啊。好，所以每当扫罗呢被邪灵上身的时候，好，就是搅扰攻击的时候呢，大卫就拿琴，好，所以大卫一手拿琴，一手拿兵器，好，就是在旁边来伺候，好，所以大卫从这时候开始呢，也不用再去放羊了，好，也不用再去外面吹这个风吹日晒雨淋了。好，那大卫的服侍呢，好，也的确的帮助了扫罗。好，这时候大卫年纪还很小，可大卫的心中完全不晓得他的人生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因为大卫还是一个青少年，但是他只知道，好，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在这个上帝的受膏者扫罗王的面前呢，好，是战战兢兢来做每一件事情啊。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上帝停止撒母耳悲伤的良药是什么？就是不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开始继续预备新的人选哦。好，那这也让撒母耳打起精神。那所以撒母耳呢，他也从这个膏完大卫之后呢，他就没有再出现了，一直到他他过世的时候是在25章，好，撒母耳才会再出现。好，那撒母耳的工作就真的是这最后一件的工作。好，不过死以后还有工作。后来犹大为王的应许，好，就是为什么犹大的后裔要为王？好，这个要回到创世纪啊。好，那创世纪雅各12个儿子，好，老大好睡了爸爸的妻妾，老二老三好屠杀了好这些无辜的人，好，那所以这个祝福呢就来到了老四的身上，就是犹大。那犹大这个名字呢，好，就是利亚在生他的儿子的时候呢，好说他要对神的赞美，好，所以犹大呢就是一个赞美神，好，犹大的力量就根源于好他的妈妈好献上的这个赞美，好，就好像撒母耳的母亲哈娜好为他的儿子撒母耳好来献上一样。那我们也今天看到好15章的第七节啊，好，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啊。好，所以虽然这个大卫好外表俊秀，可是呢他身材不高大，因为他只有青少年，好，好，甚至他明天要出去17章，好，他去面对歌利亚，这个体型更是悬殊啊。但是上帝看重的是大卫的心，那大卫的心这时候看不出来，要到他年老的时候，好，到他成人以后，好，到他甚至犯罪以后，大卫的内心的态度呢，好，我们到时候可以跟扫罗来做对照。最后我们也看见扫罗呢，他消灭圣灵的感动，好，这圣灵3番2次的提醒他要悔改。可是当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好，扫罗说他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懂得悔改的人，好，不懂得认罪的人，好，从此之后呢，扫罗更不会认罪，更不会认错，因为撒母也不在他身边，他也不去见撒母，反而是扫罗开始有一连串的嫉妒，好，一连串的恼怒、愤怒，甚至呢，好，就是想要杀光他身边的人，这样子的冲动呢，都是邪灵的搅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带我们来看伯利恒城，上帝受膏者是一个诞生的地方。虽然伯利恒是一个小地方，
但是上帝你的受膏者在这里成为上帝你的祝福。也求上帝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要让我们只有看自己出身，或是只有小看自己。哪怕是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但是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膏抹，有上帝的祝福，也能够成为一个为主发光，来荣神益人的一个地方。主啊，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在这个礼拜，以及在我们这一周，我们所要做的各样的事项，都有主的同在，有主的祝福。我们也在7月份即将要过去，8月份即将要到来，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日子当中继续能够来迎接上帝你所要为我们所做的各样的事项。我们同心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素珠小组长，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平安。